三国演义》，音效指导廖江华，准名演播。当到在这个场面里看起来，像我这陈留王比这个小弟啊较有作为。你莫想讲，若是要会当落住了，就伊家己的权利，倒不如来甲废小弟立陈留王，安尼伊会当控制一个陈留王。你甲想，当道是毋是虎狼之心？一个记着面就要废地，所以即摆已经有相当的拍算。即摆文武百官，敢若大家看见了就当道。拢伫咧占权，都敢初见面伊就占权，大家就感觉这个当道绝对是心怀不轨。但是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啦。即马就安尼用请了到这个小弟甲陈留王进入宫中而来，宫中已经恢复平静了。那么一个检点起来，拄啊失去了到这个全国的荣誉。你有听准面伫咧讲这个通俗演义？讲到了王莽篡汉的时阵，王莽因阿哥这个王君正、王太后将了着迄粒的全国荣誉呢，甲等一个去家去有无？那么一直传落来到这，但是突然间怎无去？为何会无去呢？这在免偌久就会佫出现。安怎来出现的呢？你故事听落去你就了解哈。是伫遮讲的这全国荣誉，我甲你补足一下。自此了后，当道屯兵在皇城之外。每天，伊拢带了着即个铁甲军，也拄参像御林军共款安尼，也拢总身骑了着即个马匹，腰下长剑，虎视眈眈，踮在了伫这街路上伫咧出入，所了着即个百姓，大家是惶恐不安。尤其是当到出入宫廷，有缘是身大来剑，身穿战甲，历史参像三场共款。踮在宫廷欢行一长，目中无人。小弟本来就是真无能，伊也毋敢讲人怎，年纪也轻，干那看到当道，伊安尼就骹手啊皮皮拽，但是当道讲话较大声一个，沿着这个小弟行到规身的冷汗怎直流。当道一看到这个欢行一长，所后军校尉包信已经看出，随时吹玩笑，讲当道绝对有疑心。一定要生个拄条，毋过玩笑讲袂用，安怎袂用呢？朝廷拄啊新定呢，毋通轻举妄动，玩笑安尼想法是也对。包信则就安尼记王允，师徒王允嘛是想讲，金胖无好势，看事办事。包信咧看我讲啊！恁遮拢真正是参像庙堂茶客的对茶头翁仔共款，无咧操你，家己兵马大咧怎啊出？也当到敢正是照伊包信所讲的，遮尔啊可怕吗？比伊讲的搁较可怕。即马当到呢，开始买收了到即个何进因遐兄弟部下的兵马，拢归在伊掌握之中。即一天的当到。提点在水泉床的所在，叫李儒我来。李儒啊，在。我想讲要计划废了就小弟，立这个陈留王，你看啥看？将军，现在朝廷无主，这个时阵是上盖好行事的，就这个时候。万驾即变，安尼啦，明仔载点在文明园的当中，召集文武百官，互因大家啉烧酒。你则当场提起，迄个时候哪有无人咧饮酒吃？当场甲伊壮死，叫做抬价教教，哪咧来吃？大事可成了，什么人敢假呢？李儒啊，我的成功，你是一半的功劳啊！好，
你落去甲我通知文武百官，明仔载无论大小官员，踮在文明园的所在，我宣布废兄弟。加长工在这个文明园安排了就这个议宴，公卿大夫个个拢总接了到这个当地的通知，爱来遮啉烧酒。大家知影讲这会无好会，当中绝对有阴谋，也毋过大家都惊伊当道，无一个人无来，大家都拢打卡教。当到面前出现，已经所有文武百官拢坐甲自在啊！这个时阵，听见了着马蹄伫咧响亮的声音，当到已经到位，文武百官赶紧徛起身起来迎接当道。文武百官听到当道到位，个个全咧赶紧徛起身，列队伫咧迎接。当道真下拜。一只马直接骑入来到在了伫即个文明园的园中，身穿正甲，腰下当剑。这要来啉烧酒呢，毋是要战争呢。当到竟然是带剑入室，当时有了着4名的侍卫，全咧甲扶落即个马。也若讲当到大苦伫咧行个慢。也咧落马行来到尾，就即个道边遮，就差不多10点前久的时间，看换来到位。开始，就伊话开始，大家才就安尼坐落。伊啊，即马听酒官开始甲文武百官，大家伫咧听烧酒，大家心肝内是伫咧舀沏茶，喙啉的酒也未感觉讲是啥物款滋味啊。因为即马大家国外几胎，就是有讲你当道究竟是要变啥物嘛？你当道今仔日传一顿酒是要创啥物？这顿的酒绝对是有代价，无迄落讲无代无志，请你来遮啉烧酒的。到甲酒过数巡了后，停！当道喊一声停，大家酒杯有诶捧着的赶紧放落，一时间静甲暗冲无声。即马就一片树叶啊，落伫涂骹斗，就听见枪。当到徛起身起来，诸位，我有一句话，大家请注听。天主是为万民至尊，对不对？若无为义者，不可以奉宗庙下诏。今仔日，陛下乱了无名，所以我当道的意思，不如立丁流王。丁流王聪明好学。可以继承大位，所以我的意思，想讲要废掉立丁流王，所以恁意思啥款？这文武百官讲这你那就问阮，头到尾听你讲的话，就干那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啊你的意思就一旦决定啊，阮是要安怎样讲呢？大家头壳咧咧，诸位，我咧咧问恁，恁是有啥法？喂！吼！这个萧雄雄一声呐，亲像那山崩地裂，对了个酒倒就放落去，当道接触一个看。在当道面头前，你甲当道的人，毋是别人，正就是京州刺史丁原啊！袂用你，对，袂用你。
是安怎回应你？哼！你当作你是啥？啊？你也敢讲这个话？这是大逆不道！天主就是先殿，伊就这个嫡子，伊接位以来一点点仔过失都无。你讲要讲废帝，就要讲废帝。啊！我问你，你当道是毋是要学王某？要篡汉心？做去！这个时阵的当道讲我一句自口的同时，就安尼离开了着伊的手道，手对了着这个剑边男的，我打对着丁原的面前我来。我当道讲要废就要废，顺我家声，灭我家，小爱梦，大家拢快！什么人若是灭我当道者，甲一只刀共款，当做两斩！啊！丁原，你要顺利还是要急？这个时阵的当道一支剑也来到在丁原的这个暗棍遮，但是丁原连咧带都无咧带。迄个时阵在丁原后壁因一个白炮将两个目睭青眼眼，一个轰天雷击，三个就要打我咧。你如看，毋是细面赶紧为当道手解手咧，不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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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选到。注意王公大神啊！今仔日饮宴的所在，卖谈国情，国事不谈，国事不谈。这个国事哦，拢点在了伫这个殿上的所在，是调办哦。再来提起公论，再提起公论，即嘛，卖讲。例如，类似，卖讲。这个时阵的李如拍剑在当道耳旁边，一步一步，当道从咧目睭掠丁原的背后伫咧看。今仔日在饮宴之间，好，不当讲数，让你当道一员唔敢，好我。这个时阵，文武百官惊讲丁原食亏，赶紧我来到地，一来伫咧哪喳为咧苦劝伊丁原。哼，当道有我丁原伫咧，你免小想要当顺心主意。哼，这个时阵的丁原气喘喘，我来住安尼离开了，就这酒宴道，也后壁面的白炮仗也怎缀离去。但是迄个白炮仗改成真唔愿当道哦，不管是道安尼挖头过来伫咧掠当道，伫咧nhìn伫咧看，已经行为着远外出去。注意，我当道问你，我拄只讲遐话，敢无公道吗？面公差了。老弟，你讲。我都会查，多一条错。便讲，早当时太教不明，伊阮呢也甲伊放点材料伫这洞中，抢夜王定位才27家，作恶3000外条，所以后宫才告太庙，你甲伊废掉了对这个抢夜王，伊就这个地位。今仔日。祖上虽然是年幼、聪明仁智，但是伊无甲半点的过失。免讲伊那就是外军的刺史，将来都无参与了到这个国政，也无以稳之才。哪里会当强言夺事，讲要来废立之事呢？圣人伫咧讲有以稳之治则可，无以稳之治则传了。连你落得小小的人，你也来这里讲，好，
这个时阵的董道想讲要抬你电源后壁一个白炮仗，我抬你老弟拄啊参就瑞死一只狗兄，一支剑杀起对老弟全要插来，呀！别抢，别抢！这个时阵的师兄蔡勇二龙这个黑片，赶紧我来到底对董道将两当一边，唔通，唔通，林冠秋，千万唔通，唔通，互你袂抬起，是安怎袂抬呢？你要了解。罗德罗上师乃就是啊，天下间人认为上贤上德之人，假使你来从伊造事者，这样就害死先贤共款，会使我满天下的百姓大家而不满呀。哦，我王允有话要讲。我你讲，王允你讲。我看费力这款代志，今仔日大家酒啉了，都拢差不多5、6分醉啦。最后咧，不宜谈了有这个费力，所以我想讲练功啦，练功才拍算，练功才拍算啦，吼。当道想讲好不容易一个机会，顾你练功，有啥款这款机会咧？掠李如看，李如伫甲耳目意思讲好，散会。这个时阵，文武百官，吼，袂输惨就摄网之鱼共款，为个较无胆的，已经拢破呀，喙拢会感觉苦，因为胆汁拢走出来啊。迄位安尼吼，转去到地呢，惊到就赶紧叫红头来受惊。这当道实在有影袂输，拄好参像了着这个啊，比迄粗暴那搁较歹。这个时阵，所有文武百官拢总是散了后，李如是将军，你是安怎拄只动条条？你讲迄个白炮仗啊？将军啊，电源是不足少。但是背后迄个将军袂正气，哦，但是丁原今仔日在文武百官之前来一个侮辱到我当道，我无要帮你说，忘掉，我用一个计策，请将军上马。这个时阵，当道就安尼赶紧要爬上了，就这个马顶。朋友，我问你，这个时阵，当道拄仔要问李儒的时候，迄个马拄行来到在了伫这个园门，一个这个中央遮，当道说啥唔敢处理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拄正徛伫田园后壁面迄个白炮仗，举起轰天画戟，虎视眈眈，已经挡住在园门的外口。这个时阵，这位白炮将虎视眈眈，身骑一匹的战马，身穿白袍，也安尼手举一支轰天画戟，怒发冲快。伊安尼点在了伫这个园门的外口遐，伊选你当道出来，我就要甲你拼。当道怎啊喊着？李儒也惊着，将军啊，行后壁吧，小回避。爱回避哦，这个人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这个是什么人？将军啊，咱行后壁吧，哪行？我哪甲你讲？哦，翻头，卖出，甲当作笑。例如啊，你讲伊是啥？将军，这个人也就是丁原的客囝。哦，伊认的客囝，对，伊姓李，双口李，名叫做卜，字凤仙，吕卜，对。哦，那咧，景元就是互伊伫咧做靠山，所以地师才敢踮在文武百官面头前，伫咧甲我大场面烧闹鬼。不管怎样，明仔载准备兵马，应付了对景元。是，
即马当道甲了李如全冤为了这个后壁门，直接为了这个城外的所在倒转去了。到甲加长江的透早，这个丁原唔甘完全的带了对伊的客囝李布，来到在当道的这个之外所在，大声伫咧讨战。当道困了的天光，听见人伫咧讨战，才唔甘愿，也即马赶紧将剑甲穿的，甲了着李如从咧兵马大里冲出来，到在之外详细一个看。只看见了着这个丁原，甲了着这个李布，也这个李布吼头束金环，身满一领百花战袍，我迄白底一顶悬咧大蕊花，哼，甲看起来呢真水。这李布呢爱水，迄穿拢穿水衫，也即马手拿一支红天画戟，点在丁原伊就这个身躯边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当道拢无伫咧看伊丁原，是干那咧看伊李布呢。即马丁原一个看见着当道出来呢，咔嚓，国家不幸，已经受了到这所谓类似的就咧龙权扰乱，地属甲万民多脱。你今仔日无笑寸之功，也安尼一个进入朝廷了后，欢行直当，也敢呢开口大言，妄言废语。你是纯办要来做奸臣的事啊？毋是哈？这个时阵，当道大口人啊，咧讲话哦，当时啊，大官咧接一个力哩，伊都安尼哦，力到接话无势呢。李布一只马已经跑到甲面头前，去红天画戟转了过来，呀！哎呦，不要啦！这个时候的当道传来我的翻头就走，迄当时的李如随时我的引兵出阵，点完了挥动大军转冲啊杀！李布多参就引火下山，共款冲入了就这个阳魂，杀甲当道这边面挥师大败，转连退啊30里，安赢10济。敢若一个手呢呢，当道怎败退30里？你看李布勇，确实有勇。这个时阵当道，李如啊，我也捌看过人遐尼勇的。李布这个人哦，非常伶俐啊，这毋是普通的叫嚣。我当道人要得天下，都免什么人啊。只干那李布这个人，甲我徛喺身躯边，天下都我的啊！你甲想，放眼当今，什么人都是李布的对手啊！李如啊，你头脑后，甲我想一个办法，看要安怎样互伊李布来我当道的身躯边啊？哈哈哈哈！主公，免烦恼，这互我。李孝，你叫我免烦恼，你有好计策？主公，那我李孝，甲李布是同故乡的人。李布这个人勇是勇，但是有勇无谋啊。同时佫有一个弱点。什么弱点？哼，这个人专门咧认人做老爸。要咩？专门认人做老爸？对，因为伊是见利忘义啊，贪利都袂记了，就一个义哩。所以若凭着我李叔三寸不烂之舌，要来说互伊李布投降者，亲像倒顶一个泥杯啊！李叔，那安尼讲起来，要算互伊李布，就真简单咯。呀，你要用安怎样甲做着你咧哈？主公，你敢是有一只名马，叫做赤兔？你是讲迄只赤兔马？对，迄只赤兔马日行千里，夜行800。他所乃当将这只赤兔马，佮再用了着这个金珠玛瑙，来交结了着李布的心。
李布若敢若看到这两项啊，伊规个目睭就拢总灰缩缩，拢袂记了有一个客笔啊定完咯。那呢，我就拎伊个片来甲主公你面头前，投靠在主公你个旗下。迄也简单，例如啊，李兄，伫咧讲的这个过程，你看，敢会成？啊？主公，你想要得主天下？一只小小的赤头马，假使讲若甲准一个钓哩，钓了就一个大将。主公，这何苦而不为呢？一只要换来一个天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哦，在这边面的吕布，点在了第七个啊，坐来的所在，伊也好亲像万夫的不如意啊！唉，是我吕布，投在了伫定景园伊的这个啊旗下，哼，看起来前途依然亲像了外面的夜景共款，暗淡迷蒙。何时我吕布，才会当脱离开了这个鸟人呢？边个将军？什么代志？边个将军？外面有古人三件。古人是什么古人？边个将军？讲是你故乡知己的朋友哥。哦，叫做什么名？边个将军？伊叫做李尚。李尚。请入来。是。李尚，真久无见面啊！也传着我的影子，到底有什么代志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贤弟啊，别来无恙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哈哈，李大哥啊，求别重贺，真是使我吕布意外欢喜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真久无相见啊，也咧近来伫倒位发展哈？贤弟，即马我李尚是好聘中郎将之职，听贤弟你空无瑕迹，所以我也非常的欢喜。延安特别来见你，哦，延安特别来找我，可能无事不入三宝殿啦吼。哈哈哈哈！贤弟啊，其实也无啥啦。自古人言，两将也就会匹两着这个准马，所以讲我专工牵一只良马呢，要来送互了着这个贤弟你。哦，良马是什么款的马匹？这匹马讲起来，日行千里，夜行800。渡水登山，愈行比地共款。伊的名叫做赤兔，所以我专程牵来要送互贤弟，以助贤弟你的好位啊！哦，自古战马拄好亲像一个战将的骹共款，一个战将若是讲哦，也安尼无一只马只拄好亲像无伊的骹。莫怪吕布听到赤兔马呢，两粒目睭点大蕊起来，才赶紧甲了对这个李尚。打出来伫咧看这匹的赤兔马，这匹赤兔马是虾米来出世？呵呵，你会记得无？当时楚汉武伊旗下有一匹叫做这乌骓马，这个汉武迄边的乌骓马，因为汉武在吴江自刎而亡了后，这只乌骓马就安尼啊投江而死。所以后来呢，司马重伤感觉讲这只乌骓马呢是非常的尽忠可爱。所以才就安尼判伊在伫即个啊汉江元年时阵重新出世，名为赤兔。这只马就是古早楚汉武伫咧骑的迄只，伊就这乌骓马。听众朋友，你讲，伊若安尼汉武伊来出世做什么人呢？这你听《三国演》就知影吼。
这个时候，二部对这只赤公马一个看，规身躯也拄啊参像了着这个火炭色，迄毛草真水。这个马好歹你看伊毛，安怎样呢？这个毛乃会金，刷入去无闸门。拄啊参像讲，一块土地若是好，伊所发出来呢，绝对无迄个杂草。也若一只马呢，伊若水。伊即个马门呢，绝对拢顺色的就对，无插遐有诶无诶安尼，无插迄个闸门，所以即只马就绝对真水真纯正。所以从头至尾长，有12长啊！也对了对伊诶，对即个骹蹄，甲了对即个颔棍遮悬8尺，甲伊颔棍诶悬8尺。即只马若是安尼，互伊吼来到地呢，拄啊参像整伫咧弹共款。所以你敢若听到即个马声，你就知影讲，即只马是真粗勇，因为伫咧吼真大声。咱人讲话若丹田力有够，咱就会感觉即个人生做是真悬大，即个人的身体是绝对真勇猛。所以讲，即只赤兔马呢，伊吼为到地呢，真正如同参像翻江越海共样，真是喷庭千里动尘埃，渡水登山指无开。这段时间摇玉鸾，火龙飞下九天来。这首诗是伫咧形容了着即只赤兔马，伊着即个威武伫咧。贤弟啊，怎样？哦，我真介意，我真介意。若介意，我着送你啊。也毋过，李大哥啊，要你安尼半暝专程送这批的良机予我二部毋知要怎样来报答你呢？贤弟啊，咱牛兄是为义气而来，我毋是不望你来报答我呢。啊，真好，真好！二部由内心深深的感激，爱不得手，对这只赤兔马贪嘞。也手对了对即只马呢，阿妈棍甲伊扫咧，安尼扫咧，啊，即只马欢喜甲，马事多参像得了着一个主人共款。即马二部真欢喜，随时连夜命人准备宴席，伫咧款待了着即个李叔。贤弟啊，我李叔是真少甲你见面，但是若认准食，我是定定伫咧甲伊相磕头哥。哎呀，大哥啊，你可能醉了。我醉？是啊，家先父已经过身遐尼侪年啦，伊是要安怎甲你见面咧？贤弟啊，我毋是讲先父，我是讲即个丁次数丁元。唉，贤弟啊，哪会讲到你的阿爹？啊，你就伫咧，你也知影，伊姓丁。我姓李，即马我二部却记载了伫丁元伊即个旗下，哼，实在是三声无奈的代志。是啦，贤弟啊，讲起来你有惊天架海之才，四方的豪杰，每每若听到讲将军你大名，个个是钦佩万分。现在我阁得到一个消息。天下间的美女，哼，讲伊若要嫁英雄，是非李贤弟你不嫁呀？贤弟啊，你想看卖啊？你的功名富贵，多参像道顶的泥江。也毋过讲起来，你好参像过了并无真如意，到底是安怎想？哼，实不相瞒，幸不逢其主。人讲良心得主利事，可是我二部，哼，方竟然不是晓得梧桐树啊，所以使我万分的无奈过。哈哈哈哈哈！贤弟，确实有影，良禽对养得望而栖。也拿安尼来吃，你免后悔啊，免后悔啊！有影，李大哥。你伫即个朝廷讲起时间也不哩长，你看，放眼当今，朝中多一个是英雄豪杰。哦，
贤弟啊，那照我李叔甲看起来，这群神当中，大家拢亲像咱家里人啊，独独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当世豪杰，甲看起来，伊未来啊，可能会当危极三公。哦，你是讲当德？是伊？无毋对。当道的做人敬贤礼数，想法分明。这个人，日后真正是，成了大业，无人可及。哦，当道，也毋过我甲伊也无熟悉。当时我甲伊淡薄仔这个过节，恐怕。哈哈哈！贤弟啊，你有看了到这个啊当道，一个不倒遐尼大无？人我宰相岛中令提船啊，伊若是了到这个啊当道的不倒来，两台船小闪就还阁驶会过，小可代志，伊绝对无甲你滴伫心肝头个。你看，玉大金珠，你看，这是做啥物？坦白甲你讲。这就是当公仰慕了到这个贤弟你的大名，所以命我李叔专庭奉献予了到这个你。今仔日这只赤兔马也并不是我李叔的，也就是当公专庭叫我牵来送予了到李贤弟呀。当公，毋过我要安怎报答伊？真简单。你想看卖啊？我李叔小小一个不才，就会当做到一个好份中央将。假使你乃当到在当公的身躯边者，是贵不可言。话讲是理，也毋过我无啥物通啊做证件礼啊。哈哈，真简单，只看你肯唔肯。哦，你的意思是叫我办丁原的头壳，献回当道。安尼当道绝对真欢喜。好，好。我绝对赶丁原的头壳，献予当道。有勇无谋的吕布，伊不管是咧认人做老爸，也不管是伫咧后悔，伊若贪着一点仔利益，伊就无顾着一切。即马接受了到这个当道所听送来这个赤兔马，甲了到这个黄金明珠玉带，伊在丁建园伊伫这个身躯边啊，要一世人都无法度得到这物件。当然啦，伊袂记哩了到讲这个丁原的这个好处咯，所以即马决定答应，特别投降了到这个当道。即马丁原点在了到家己的到这个税场内面。我点了到迄个节火，他妈伫咧看春秋战旗，我伫咧看到当入神。哦，哈哈，五里啊，半夜来到了到这个场内，有啥物代志是？囝，像是你的囝？哈哈，五里啊！爹你，吕布，我是丁原。你是丁原，我是东堂的大丈夫，像是你的囝，徛来比悬比大。凤仙啊，你哪会临时临妖？你暗头敢有食西瓜？无你即摆哪会伫咧反正？你哪会伫咧变心呢？我并不是变心，只是我已经答应机会。丁原，这是你自吹西路。哈！这个时阵的丁原看见了有这个吕布，腰间一支长剑，背起来东西，人抓滚就浑身要倒地。铁面啊，背起来！我要体面的踢着伊啊人全跋倒，吕布一刀，啪！是啊，
刷入去二步，怎啊将头壳剁起来，赶出来搁在外面。喂，所有兵士听者，电源不进，已经被我杀死。你若肯随从我的人，就缀我来去；要若唔愿去的人，就死亡光伤，大仓卖菜，随人啊！有人要对去，但是也有人无要对去。对去的，拢是甲二部同款的故事；无要对去的，认为是二部不仁不义啊。所以结果呢，有一半缀二部行，一半个人去找了着因的出路。二部土眉全让人头赶咧，拼对了着这当道这边你来了，哈！李将军啦，他起来起来，今仔日我得到将军咧，大参像大碗之时得了一点的甘露，哈！李将军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东公，假使你若无去验我二部者，我愿意拜你为义父。好，你要互我做客卿？红仙我哩啊，义父啊，我哩啊，义父。你如啊，你俗啊，你看你看，红仙愈看愈像我的囝，这可能是啊，咱前世是啊500年前啊，都修来。一世人才会当当尊道啊！那安尼好，安尼好，我当道尾后拢讲随心所欲，也得了着一个在情的囝。你看废地代志，你想啥款？将军，若要废地者，叫我理如伫咧看。明仔早起5更早调，你当学了对伊调歌啊，姊妹为乐的代志啊。好，姊妹为乐，安怎样讲？安尼，用安尼？对，安尼来食，咱就会当斗酒问乐。好。明仔早起5更早金銮殿，决定指鹿为马。那在汉宫的对这个金銮殿上呢，文武百官雕拜祭笔。这个时候，当道摇摇摆摆，有下当剑。二部身穿白袍，手也方天画戟，金帝在了伫这东道的后壁面，两爸仔囝自然哪行哪显为金銮殿上而来的。好，这入金銮殿身穿盔甲，也手拿鸡丝，吼，这真正看到这文武百官大家骹手啊皮喘，都毋知有啥物代志要发生共款。这个当道一个出现，拢参像一阵的狂风暴雨要来共样安尼，互人有一个压力真大的啊！即马大家连看都毋敢甲看。是，当道，见告，我祝万岁，万岁！贤卿，平身，吼！小弟若看到当道，伊就安尼规个人惊甲一只仔虾啊，强要气位安尼啊！小贝下，来，这个时阵的当道手一个举悬，李如就安尼伫了着这个吴门外看来了着一只这个鹿啊。这个时阵，这只鹿啊伫咧打叽叽咕咕，叽叽咕咕，叽叽咕咕。这文武百官大家莫名其妙，无代无志金銮殿上，牵一只鹿仔来要创啥？
大家互相伫咧猜疑啊，无人了解得到当道意思。爸下，贤卿，先请问爸下，即么伫金銮殿上诞地下即只是倒位名马呢？贤卿啊，可能你记唔着去的款哦。即只是鹿啊，毋是马哦。是鹿啊吗？爸下，是你看中大，也我当道看唔着去。即只明明是马啊，无你问文武百官，看到底即只是鹿啊是马？诸位，额头起来看会真足，伫金銮殿中，即只是鹿，也是马咧哈？文武百官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这就免看这个鹿啊。但是，一旦是鹿啊，为何当道要讲是马？这个乌帮是乌的，你要甲讲是白？这个明明是欢喜插起入灶，一旦啊欢喜插起入灶，伊就有相当的准备伫咧啊。这问你要安怎应？诸位，恁的见识应该袂歹，动物的常识可能了解袂少。这只是倒位名马？伊若唔知影倒位，我问你，这只是马，也是鹿呢？爸下，你讲，这只是鹿也是马？小弟要应也应袂出来啊！伊即马看文武百官，大家读甲哩哩，伊知影讲，这明明你是要挑战人的，这个鹿啊，你叫我讲马，安尼就是要试探着我的意思，甲试探文武百官的意思。注意牵家，这只是鹿啊，是马？是鹿啊，是马咧哈？爸下。这只是马，最现见啊！这只是马，唔捌拐马嘛，捌拐马脚底，马我讲吗？爸下，我当道，甲这个文武百官若讲是马。少数服从大事，都是马，袂来变鹿啊咧，是马，真好，这只是马哦，诸位，今仔日伫这个金銮殿上。我当道有一句话要来宣布，你看，这个小弟软弱无能，明明是鹿的讲是马，只要参就这款的现象，要安怎以防射击？所以我当道将会以义允和公的故事，废帝为丰隆王，立丁流王为帝。我算三声，有不落的只要化声。一，有人不落无？无人不落吗？两，若我话三声，第三声话落，若大家拢点点，就是表示通过，随时废帝。慢枪！这个时阵的当道拄喊到第三声，有人赶5条门外有人喊慢枪，众人回头一个看，但是金銮殿喊慢枪，正就是元宵啊！这个元宵是中军校尉，慢枪，神
元宵见驾，我王万岁，万万岁！现今平身，下万岁！元宵，你为何发玩笑？当道，我问你，皇上即位偌久，你讲出着伊失德的所在，你为何要来废德立色、废忠立勇？你是毋是要篡汉？你是毋是黑贼？元宵，你爱知影，今仔日天命在我当道，我要安怎样做就是安怎样做。什么人若是不从者，来，当道主咧将腰间的长剑拖出来，我一支剑，看来也是你的喙齿较来，哈！好，你有剑，我元宵就无剑心。你的剑来，难道我的剑就真钝吗？来，试我来咧！这个时阵的元宵我那无客气的，剑拖出来。这个时阵的当道起间咧，皮皮拖一支剑杀来，对了元宵就要例外的元宵来个，要拼来个！小等，别吵！你有赶紧砸中，一手一边，小等，事未可定，这，唔通妄杀。来，班长，你，这中军校尉，你也点讲？好，当道，你甲我元宵会记，我绝对要生目睭看你摸黑还行到底死。哈，元宵确实讲伊也错着。因为伊来行了，就是行这个路步，所以像咧活咧，对了对这个外面的所在出去。这个时阵的当道看元宵出去了后，对元宵伊若直太仆这个元伟，元太仆，在，元宵是你的孙啊，今仔日真无礼，但是我看你的面子。暂时绕下一面，我讲问你，废地代志，有人有意见无？啊，无意见。若有意见者，按照国法制裁，你若当殿甲我反抗，互你血流五步。大家拢点，无人敢讲安怎。好，种人恁袂用个点，有意见讲一声，一切听从。阿廖，选择吉日，